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安界，我是阿明张伟明来关心哦，伫咧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哦 COP26， 伫咧英国苏格兰来举行。咱嘛看到讲美国总统哦有讲一寡即个话啦吼，先来批评中国和即个罗西亚吼，拢无来参加啦吼。尤其咱讲吼，这是全球咱讲爱救地球吼上大即个希望啦吼。啊，而且伊批评吼，即个中国罗西亚中国者是批评习近平哦无参加，但是咱讲中国嘛是真奇怪啦吼。进前咧阻挡咱台湾参加到即个咱讲的即个国际会议吼，甚至咱要办吼，伫咧外围吼 COP 台湾日吼，中国竟然嘛是伫遐做一寡压力的即个施压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英国下党派吼、跨党派即个议员拢出席来斗相挺啦吼，嘛呼吁着讲爱全球和台湾啦吼，会当做一寡即个对抗气候变迁做一寡即个合作啦吼。虽然看到讲伫咧施压了后，英国下党派议员拢总来遮斗相挺啦吼。啊，其实咧，咱嘛看到讲蔡总统昨有一段即个对话啦吼。透过影片的这个方式，吼宣示讲气候变迁爱和国际来团结合作啦吼。另外，咱讲台湾嘛应该被加入、被纳入去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台湾吼，咱讲蔡总统佮讲啥？国际合作吼，气候变迁法，咱台湾有一寡这个做法，尤其吼爱透过立法的这个方式啦吼。另外吼，咱来看讲吼，过去咱伫咧2015年吼，迄当阵小土团的这个发电的这个部分，45.4%吼，即阵2025年爱降到27%啦吼，爱降差不多18%左右。另外咧，咱讲烧电啦吼，即个咱讲吼兄气吼，天然气的这个部分啦吼，发电的这个部分爱提升吼，差不多嘛爱将近20%啦吼。另外，咱有一个大的重点，就是2050年净零排吼，这个立法哈，但是这个立法。咱讲吼，过60天可能年底吼就到期啊，但是即阵也要排入去咱讲立法院的这个议程内底吼。啊，其实咱嘛讲到吼，虽然咱有设定这个2050这个净零排这款的这个政策，但是咱总讲一句，台湾是中小企业为主的这个部分，政府讲真正吼，为着这个中小企业做好咱讲所有的这个营运吼，尤其咱讲今年5月时阵，台湾拄着2届欠电的这个问题，咱讲吼，这个能源转型这个部分。台湾敢真正准备好势？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蔡中国，中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教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3位邀请环境环保障基金会研究员林彦廷，彦廷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吼，咱讲到这个 COP26， 咱台湾虽然无法度来参加，但是咱透过吼，伫咧外围啊吼，咱讲甲这个英国这个议员有做一寡这个合作的这个会议吼，其实买当吼得到一寡这个效果伫咧。但是咱看到讲吼，主动这个部分，中国伊的这个出手吼，其实也是有，但是你都无要来参加这个会议，你是安怎要来个主动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蔡总统昨嘛有讲到吼，2050。咱讲行政派这个部分吼，爱透过立法的这个部分，但是咧，这真正的咱讲吼，立法了后，咱实际作为，敢真正对着，这是咱吼一直爱问的吼。先来带大家看讲 COP26 台湾日的这个进行。2050进行拜访日向到亚伫总统府建筑外观，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 继续咧进行。台湾无法度以外访身份参加，个人相对敏感，为唤起更较侪台湾人的关注甲讨论。有青年团队伫总统府台北101加高雄办公大楼点灯呼应。2050净零碳排是欧盟啊、美国啊这些就是排碳大国，也是比较有意识的国家在喊的口号。但今年在世界地球日，总统蔡英文就是有说，2050不只是全世界的目标，也是台湾的目标。那这对于我们青年长期在做国际倡议来说，是很大的突破。外交部测试伫英国格拉斯哥周边举行台湾日活动，分享台湾绿能发展、绿色金融。总统蔡英文开幕致辞影片顶悬向国际展现台湾建立太阳能、离化风电的情况。佮表示，台湾也加入2050净零排放。My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aggressively implementing an energy transition plan since 2016 and is cultivating an even more aggressive plan to expedite our energy transition towards the net zero goal. To demonstrate our commitment, we are also incorporating the target of 2050 net zero emissions into our domestic law.
峰会讨论如何达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将地球升温尽可能控制在1.5度以内。记者综合报道。是咱讲这回 COP26 台湾虽然无法度来参加，但是咱透过台湾这款方式伫外围啊，甚至透过咱讲含这个下议员哦，英国的这个议员来做一寡这个合作甲对话吼。但是咱讲台湾真正冷啦吼，但是国际对着这个环境，也是讲气候这个议题，早就讨论真久啊吼。中家你安怎看？是吼，咱讲实在哦，今年去年开始吼，全世界足侪国家拢讲要2050年要净零排啦，就是讲2050年的时阵，咱的碳排放要归零啦。啊，这目标吼，为去年开始哦，全世界差不多有超过140个国家拢宣布啊，是政府宣布，是讲个政策要安怎做安尼。咱台湾是今年吼才开始讲，阮嘛是有可能。做到这2050年吼，会当净零排这个目标啦。那而且吼，咱即马是咧修法嘛，讲咱的立法内底要把这个目标放在咱的立法条款内底啊。这个目标其实全世界差不多只有差不多20个国家是放在法律内底的。20个国家。系20个国家啦。讲是政府宣布啊，伊政策是讲要去做这2050年的净零排嘛。咱放在法律内底是更较严格的。好，咱台湾是。用这方法啦，想讲，阮真正要宣布这目标爱达成，只是讲，阮定定来讲，有目标就好诶，要安怎做，才会当做到这目标。是，即马咱不管是环保团体还是讲民间啊，拢在看政府要安怎做，阮会提出阮的足侪做法啦。是，但毋过，咱即马会看到是全世界吼，不只是这美国啊，咱讲进步的国家，是一寡发展中的国家，即马嘛咧讲这吼，所以其实。今年虽然讲中国吼是无参加这个会议啦，也毋过中国内底的政策嘛在做这。伊呢这力量是毋是做了袂歹啊？做了袂歹，伊的力量是做甲敢若是全世界上紧的啦。共产国家啦。系啊，共产国家爱拼的时阵拼较紧。是。啊，只是讲为虾米大家爱拼咧？除了这气候的变化吼，咱风台啊愈来愈大，还是无落雨的时阵愈来愈长吼。这问题以外吼，其实是因为咱的排碳未来都要有迄税收啊。OK。迄是做经济吼，这拼经济嘛要注意这气候的变化。所以其实虽然讲中国伊无来开会，佫闭关闭关吼，互咱台湾吼，大概中国是安尼啊，虽然伊闭关闭关，也毋过伊家己在做的代志，伊的政策内底嘛是咧拼这绿能的，所以其实全世界拢足注意这个物件，注意这件代志，所以台湾即马是要紧对着咱国际的这个方式，是要拼这2050年的净零排。有影吼，虽然吼本地就是讲哇。中国无参加这个气候变化大会啦吼，就是伊什么力量拢无做，但是伊其实开始咧做，但是针对美国甲伊质疑的你啥都无爱来，还是讲你咧做的过去咱讲因的这个投钱去发展这个一带一路这款的这个政策，其实伫遮嘛会当看到因过去发展这个政策，其实就是钱互你一直共款咧做一寡咱讲较这个污染的这个产业伫咧国外，但是因国内底开始咧做力量啦但是这回佫甲咱主动，但是这甲美国这个关系嘛有看会到啦佫请教教授安怎看这个？其实咱看到即届咱台湾非常有能力安尼行出去，嘛互大家看到咱台湾这几年以来的努力。上重要是讲，咱有看到国际对气象的危机，咱台湾会当做啥物？其实咱看到过去咱讲台湾为虾米可以？咱可能较毋敢大声讲，但是这几年了后，毋管是迄款民主也好，还是讲迄款防疫也好，还是即摆迄款气候变迁也好，其实台湾做的拢其实是甲国际是拢共一个脚步的部分。上重要是讲，咱看到其实今年咱今年伫4月22世界地球日的时阵，这个美国拜登有招40个国家举行一个气象峰会，希望大家来做伙来参加。迄场的会议顶头，拜登就讲啊，美国要伫2030年的时阵要减到2005年的50%的标准，一半。但是伫现场咱看到习近平伊就唔敢佮提出伊的新的讲法。咱看到今年在安尼 COP26， 其实习近平甲普丁拢无出席，唔敢出席。为虾米？因为其实咱看到伫4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就讲了足清楚，
气候变迁吼，袂当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部分。上重要的讲，伫即个地缘政治内底，嘛袂当作为迄款伫迄款中美的迄款科技战，袂当安尼对下啦，袂当对下的部分。上重要的是讲，伊对习近平来讲，伊感觉吼发展权这个概念是甲大家无共款的。为什么？因为咱世界国家，咱拢认为人权是上重要。但是咱看到习近平是甲发展权转做是一种国家的发展权。啊，咱即摆遮先进的国家，伊过去拢耀武扬威的时阵，伊拢切怀必吧。但是伫气候变迁的部分，伊就讲伊是发展中的国家，伊唔是世界强权嘛？强权，但是伫即地部分，伊就无想要负遐大责任，所以伊想要帮遐发展中的国家来讲话。啊，所以伊伫4月22日，迄个进程吼，4月16的时阵，伊甲迄个伊原本是要甲迄个 John Kerry， 原本拜登有派一个迄款特使去中国，结果伊派一个韩正吼副总理韩正甲伊见面，伊家己下晡伊甲迄款法国的甲德国的总理吼对话，伊讲个足简单，大国吼袂当用气候变迁来压迫这小国的部分。大国有大国的责任，小国有小国责任。话拢互你讲就好。发展中的国家负的责任袂使甲大国是共款的。啊，伊是感觉伊是发展中的国家，所以伊的责任是较细。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对发展中国国家来讲，伊嘛是感觉吼，恁遮大国拢已经发展甲遐尼好啊，即摆看要用遮规则来甲阮遮发展中的国家，甲阮压落来，无要阮发展，所以这是恁的阴谋。但是咱看到咱气候不断的变化，所以咱看到这气温不断的压悬了后，其实这环境的影响这是非常大。这无分讲你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已经开发的国家，所以咱看到讲。对发展权来讲，对习近平已经甲发展权吼，伊讲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这个发展权的部分，伊是甲改做国家的发展权。只要危害到国家要发展，这种爱甲排除掉。所以你看新疆也好，还是香港也好，只要是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全部拢爱排掉。啊，即摆中美内底，不管是贸易战还是科技战内底，其实气候变迁这。绿色能源的科技，即两国在烧战的时阵，在射的时阵，伊必须要掠伫手头内底，所以后一段就是这段的部分，必须要掠伫手头内底。有影吼，虽然讲真正中国话拢互你讲去啊，就好安尼吼。世界强权，你要做霸权的这个时阵，你拢会当吼，这个中美贸易战，你甲美国安尼射吼。但是讲到气候这个部分，哇，你阁变做是发展中的这个国家，安尼讲袂过去啦吼。啊，但是咱嘛讲到，因其实共产国家有咧塞这个绿电吼。咱头拄啊，这个建中教授嘛讲得真好，我同意后一个部分，讲你过去这个发展吼，已经开发的这个国家，你过去吼享受到咱讲工业革命了后，还是讲开发的这个成果啊。但是咧，即阵开发中的国家，因所要面对的是咱讲吼，即阵都爱拄着的。我要开发的，但是你阁叫我吼正零牌也好，还是讲吼你爱纳一寡这个钱也好。我发展中国家，我当然吼袂堪去，但是真正毋是像这个中国安尼袂堪去啦吼。你已经发展到一个真大的吼，啊，尤其讲人叫你负责任的时阵，你阁坑外放外吼，啊，但是拄着台湾要来参加的时阵，你阁有话，你阁有意见啦吼。所以咱看来讲 COP26 吼，其实咱讲下东派议员吼，应该会当来遮出席，嘛是有真大意义啦吼。尤其咱讲过去甲澳洲遮吼，这个接触是较少。啊，咱继续阁请教吼，这个研究员，其实你嘛有看即场峰会啦吼，咱 COP26 伫外围啊，咱家己办吼，啊，你有看到啥物无？其实因着讲最重要的时阵，最重要的部分是气候变迁。即马阮安怎要去甲着咧2050年的净零排放技术，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所以这英国的苏格兰的议员就甲阮介绍讲，阮拢知影苏格兰最有名就是迄威士忌。威士忌因就讲，因咧思考迄威士忌爱安怎迄达到迄净零排放这个方式。第二部分，因为伫这台湾日阮的立委嘛咧讲，阮即马咧推动这能源转型的时阵，阮就拄到足侪。甲太阳能啊，甲风电啊，有足侪个问题。是，因为甲渔民啊，甲农民啊，有足侪要安怎甲因讨论，安怎阮讲这是足好的代志。迄英国议员就讲，因为会使参考因的经验，就是有一个词
最重要就讲，迄是公正转型、公正转型。阮爱安怎？阮爱推动迄再生能源，阮就爱甲因讨论，甲社区的民众、甲渔民、甲农民去讨论，讲阮爱安怎？迄再生能源是最重要的，爱推动这个代志。所以阮爱甲因沟通，有将迄资讯甲因讲。所以面对这个经验，阮台湾嘛会使复制。嘛会使照迄苏格兰的经验来讲安尼，做一个参考啦吼。尤其头拄啊所咧监听吼，讲了真好吼，会当吼苏格兰的这个议员内底应用这个威士忌吼，其实咱要发展离岸的这个风电也好，也是讲吼这个太阳能这个部分吼。顶礼拜吼，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议员吼，游淑慧吼议员有讲到啦吼，伊讲咱台湾南部遮吼，这个鱼温啊开始无咧饲鱼啊啦吼，也是讲咱的这个吼种植这个部分。田内底开始无咧种植，拢咧用这个太阳能。伊佫讲太阳能其实对咱台湾吼有一寡这个伤害，尤其讲吼这个回收吼较歹回收啦。啊，伊讲这个咱讲基础也好，还是讲基础建设也好，伊买手嘛是会造成污染。对我了看。其实这个讲法定定讲啊，那么定定讲这拢是谣言较侪啦吼。第一个是燕婷头拄仔讲的吼，咱咧转型的时阵哦，有一寡产业啊会有变化嘛。譬如讲。咱要减碳，吼，减碳这个代志，交通最重要的。交通因为咱即摆拢驶咧汽油车嘛，汽油车就有碳排放嘛，所以其实全世界像 COP 在讲的吼，全世界拢讲差不多2035年、2040年的时阵，拢袂当搁买汽油车，要买电动车。伊有这目标。要毋过你想哦，咱骑奥多摆，咱骑奥多摆足多嘛。你讲啊，你即摆拢要换电动车，吼，袂当骑这汽油车。啊！伊这做这黑手的，就讲啊，我无车通收啊，我干惊我无头路，惊会输业吧，无工课通做嘛。所以其实，在转型的时阵，阮要安怎想讲，阮要对环境较好嘛，电动车对环境较好嘛，阮要对环境好，在转型的过程中，对每一个人会当有工课通做，比如讲要辅导嘛，或是讲在或者即摆的黑手会当有其他的技术。会当来做咧电动车的修理，这其实拢是政府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应该爱做的。所以头拄仔讲这鱼店啦，就是讲农民啊，但阮即摆要转型嘛，咱转型就是讲每一个产业即摆发展的状况是安怎？譬如讲头拄仔讲这鱼温哦，鱼温内底吼，鱼温即摆咱的鱼温的自给率，就是讲台湾的鱼温哦，产出的得互台湾人食的差不多140%，遮悬哦，嘿，遮悬，所以其实是会当外销的，是，好，所以其实讲咱即摆余温发电在太阳能在正在顶头啊，是，渔电共生啊，渔电共生，伊希望讲有电会当发这绿色能源，啊，内底的鱼啊，佫会当吃，啊，即摆的目标是。至少要为正常的产量的7%啦。是。好啊，头拄仔讲嘛，迄渔业自给率差不多到140%嘛，140%嘛。所以其实咱7%的时阵，咱互台湾人会当有鱼仔通食，对饲的鱼仔通食，应该是佫有剩啦。好，所以这是渔电的问题。要毋讲咱咧产地就较困难。种植的部分，因为种植的部分，你要安那有电，因为电要太阳啊。啊，你种的物件嘛要太阳啊，所以大家要抢啊。啊，抢电啊，所以其实抢日头啊，抢日头，所以其实这毋是台湾咧做的，全世界足侪有在做农业的所在，嘛在想要安那互电甲农业会当做回来发展。是。譬如讲，咱即摆会当种嘛，就讲即摆有一块是迄不利耕作，就是讲海水倒灌啊，盐分较悬的所在，吼，即摆。不好种植啊，是农地，也毋过即摆种植种袂出来，因为拢盐化了吼，所以其实这不利耕作的吼，先来做电嘛。OK，你电太阳能插在田内底的时阵，伊其实无其他的污染，吼，就是讲阮互这土地尽量恢复你本来的会当种植的状况。20冬了后，太阳能会当徛起来了，土地就会当继续种植啊。所以其实。每一个农地的状况无共，咱就是要来种，都一个来先做。那头拄讲，议员讲这太阳能吼，用20冬了后有一块回收的问题吼。讲实在，咱德国啊、英国啊，拢差不多是2000年的时阵就在发展太阳能啊。伊即摆到2020年，差不多20冬，因为有足侪太阳能板吼，要
要处理咧这粪扫要回收的物件，咧技术拢发展就好诶。OK。所以其实咱台湾是差不多，因为台湾是进前这马政府的时阵，伊讲咱再生能源哦是小丑啦，吼，毋是伊无要发展再生能源，是到咱2016年的时阵，咱蔡政府起来了后再来发展的。所以其实咱拄着要大量的太阳能要无爱用的时阵，差不多要2040年啊。OK。好，所以迄当阵咱的技术。来处理咧回收的嘛，即马都有当处理啊。我会当想搁较以后了，因为全世界即马在投资啊，投资太阳能啊，投资咧风电啊，拢足侪的钱。投资不只是把这些物件做较好，伊的回收、伊的制作、伊的过程，拢爱互伊搁较对环境搁较好，啊，对咱的伊的效率会搁较悬。所以其实技术是直直发展的。所以其实你若是讲过去的技术无好，唔对，要不讲咱要我以后来看嘛。所以其实发展这再生能源，讲实在啊。是一条一定爱行的路，咱先行就行在较头前。好，虽然会拄到较侪困难，你较慢行的时阵，你就对人对袂着。OK。好，啊对人对袂着，你个怪甲打啊讲啊，你卖做这吼，其实这对台湾的发展是完全无任何帮助的。有影吼，可能台湾若是拄着安尼吼，真正能源无法度转型吼，咱台湾就伫大点吼，这个原地安尼尔吼，所以咱看到讲啊，真正诶，咱透过吼 COP26，咱含这个苏格兰的这个议员来去做一寡对话，啊含咱台湾即阵有诶吼，去电共生也好，也是讲离岸吼，咱讲用风力发电吼，咱若是去这个海边啊看吼，真大机吼，伫遐霹霹，这个其实咱嘛是有这个风力的这个吼，真大优势吼，咱讲冬季的时阵，咱吹这个吼，咱讲东北季风啦吼啊。这个热人的时阵，咱吹这个西南风，所以咱讲风场来讲，全球算排有着顶的。系啊，咱讲全球10个上好的，咱有7个拢是台湾的。所以其实咱的台湾海峡，因为台湾海峡佫是较浅的啦，就是大陆棚嘛。所以其实在做在风电哦，离岸风电是最好的一个所在。所以迄当阵台湾咧发展风电的时阵，其实足侪欧洲的国家吼，德国啊、丹麦啊，伊拢讲台湾袂歹呢，阮来投资看卖。所以其实咱的土地是较发展在离岸风电是较好的。好，这是过去无这技术，要用欧洲的技术吼来互咱台湾来学啦，学了以后，咱会当去亚洲其他的国家来做。所以其实咱的风电即马确实吼，即马确实是陆续要来发电啦。吼，伊的目标是2025年的时阵要做到5.5吉瓦啦。啊，即马是这目标应该达成是无啥物问题。啊，只是讲咱定有听到讲风电有在北海地啊，若是讲渔民啊有一寡状况。环境吼，啊，这环境的这问题就是即马要再来好好讨论的，因为咱希望讲，这风电是愈来愈多。啊，第一阶段的这个5.5吉瓦的这个目标应该达成无问题，因为咱希望以后愈来愈多嘛。其实愈来愈多的时阵，就会甲咱即摆的生态吼，海底下的这受的所在吼，咱渔民保育的所在吼，有淡薄这问题吼，要再来好好来讨论。现在有电吼，有这较清气的电，互咱的鱼啊会当在内底搁来收来收去，互咱的渔民有继续来保鱼的这个权利，是要做伙来讨论，毋是讲卖做，因为卖做就咱咧继续用烧煤炭嘛，烧咧天然气嘛，较污染的问题，所以其实你一定爱做，只是爱做的过程当中要来好好讨论，好一个这个发电、经济、环保会当拢赢的一个方法。咱讲吼，拢赢吼，就是讲这个经济也好，也是环境也好，也是讲真正的这个电的安怎产生吼，咱过去嘛看到讲2015年，甚至2016年吼，咱讲蔡政府上台了后，伊才有专心要来做一寡再生能源也好，也是讲替代能源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吼发展这个太阳能也好，也是讲风力发电也好啦吼，就是要减少着讲吼这小土炭也好啦吼。啊，咱讲即阵吼嘛面对着咱讲的这个海草大的这个问题吼，伫咧三接的这个问题，啊甚至讲这个核能发电厂吼第4厂的这个部分，到底是毋是电开？然后咱伫吼12月18时阵，佫有一个公道啊，咱等下好好来讲吼。但是阵咱佫要甲镜头吼带来吼，咱讲 Glasgow 这个所在吼 COP26， 规吼咱讲全球拢咧讨论吼，这个气候这个变迁，台湾伫遮啊，这个脚步较慢一丝啊，但是咱讲真正爱来去对互着阵啦吼。啊，另外咱就讲着啊，真正伫咧全球吼啊，有差不多10万人吼来到这个 Glasgow，伊讲吼。
过去无遐侪人伫咧即个小镇内底啦吼，但是即回出现遮尔侪人吼来去做一寡即个抗议，因为咱讲全球也是有人吼，即个开发中的这国家，还是讲已经开发的这国家吼，甲资源落掉啦吼，啊，但是对着即个气候这个部分，也是无尽到因的这个义务吼，先做来看。COP26 气候峰会举行地点，苏格兰格拉斯哥连续第2天出现真侪游行的人，抗议各国领袖行动无够积极，要求赶紧减少破坏气候的涂炭、石油甲天然气这化石燃料。虽然气候无稳定，透风落雨，湿润的天气无度阻挡游行者热情。山头的气候活动家表示，全球的少年人甲基层的民众拢已经觉醒啊，无稳准富裕国家继续来操纵霸气经济，挑工来排碳，让全球人民处在气候灾难的边缘。伊讲全球对伦敦、巴黎、伊斯坦堡、雪梨到非洲最大城市的国家，有计有200多场相关的活动，要求加紧行动，也有绿能转型基金协助南半球散车国家。We're no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create a wall of walls and fences where the rich seek safety and they leave the poor to burn. We need to keep coal, oil and so-called natural gas in the ground. 为期2礼拜联合国气候峰会已经过一半，这阵达成的共识包含限制并且慢慢淘汰使用涂炭，停止投资化石燃料产业，2030年进前停止错森林，并且减少3成甲烷的排放等等。各国代表正伫研议协议草案，确定安怎达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甲地球的温度升悬控制在摄氏1.5度到2度目标，并且在线内1礼拜会期提交予各国的政府首长来批准签署。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是咱讲 COP26 吼，其实这阵还搁伫咱讲即个吼 Glasgow 吼来进行吼。COP 专名是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吼，啊签咱讲签即个气候变迁公约吼，咱有197个即个吼缔约国啦吼，啊今年吼已经是第26届吼。咱嘛讲到吼，即个全球吼政治界也是讲即个商界吼，即个头人差不多有400人吼来参加即个会议吼。啊，其实 COP26 即个会议的目标吼，咱嘛看到讲即个巴黎协定吼，做一个检验。咱过去讲吼，地球升温吼，差不多若是2度啦吼，目标咱讲即个是1.5度以内。啊，咱嘛要求即个全球吼，即个温室即个气体啦吼，排放量伫咧2030年来减一半吼，啊2050年吼。这个部分来达成着净零排这个政策，啊，而且呢，有人讲 COP26 虽然有人讲伊已经有一寡这个成果吼，咱讲部分国家吼要提升减排这个承诺，啊，到吼要甲这个咱讲烧土炭这个汰换掉了吼，另外吼这个烧石油的这个部分吼。嘛爱吼透过一寡即个方式来减少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美国即个角色真重要，尤其咱讲吼 ，Trump 过去吼是退出着即个巴黎即个气候协定吼，但是即回拜登入来吼，因为伊意义存在，继续请教教授。是，咱其实看到吼，这场景其实足共的。2017年的时阵，迄个 Trump 他退出这气候峰会的部分，啊，但是咱即摆看到吼，即摆拜登结回来了。啊，回来了，煞看到中国甲俄罗斯2国退出，啊无退出啦吼，伊无来，伊无来。原本是讲啊无，伊无都来现场嘛，无录影来讲好啦。啊，结果连录影拢无，结果来一个迄个用侧面的部分来讲。但是咱看到吼，拜登是足有信心的，伊想要倒来主导规个咱的迄款国际对气象的迄款危机内底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看到的是有2个部分，第一个，拜登当然是想要来主导国际迄款气候的迄款规则。啊，第2个，伊上重要的就是要去执行这个规则，要会当落实的部分。因为咱看到过去中国嘛讲足侪国家嘛讲足侪，但是到底有做有够的部分，到底是安怎，拢完全拢无做甲够。所以咱看到遐尼侪国民团体。即伫这 COP26 这个所在，然后来抗议，来表现因的主张，其实就是要甲这个先进的国家讲，恁需要爱搁做一寡更较积极的迄款动作。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其实伊嘛袂当讲，干那等这个先进国家提出一寡办法出来。所以咱看到包括即届的迄款峰会顶头，有一寡先进国家，伊就讲啊无安尼啦，咱提出一寡资金吼来。或者发展中国家来改善因的迄款设备也好，
技术也好，但是咱看到发展中国家，因是希望讲，因这钱吼，看咱改善旱灾啊，无旱灾啊，还是水灾啊，还是迄款风火，所以咱看到足侪国家有迄款风火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发展中国家啊，甲迄款先进国家内底其实想的是无共款的部分，完全无共款。但是咱看到拜登这个部分，伊上重要的就是讲，这钱毋是干那白白要互恁尔。在为这先进的技术内底，要安怎会当发展了更较好？其实咱头前咱有看到，咱台湾咱在在使用这太阳能的部分，也准迄个技术无讲介好，但是这是一个机会，这嘛是一个迄个趁钱的机会。所以咱看到足侪厂商要投入去，要安怎会当互伊更较好？其实对美国来讲吼，其实这几年吼，因为迄个 Trump 退出这个峰会了后，其实中国吼，布林肯伊家己拢承认哦，中国伫绿能啊，这技术顶头电池啊，这新能源车的部分，拢已经行了比美国更较紧。若是美国更唔较紧的吼，来主导这组织的这规则来讲，规碗去中国捧去。啊，上重要就是讲，美国人若无伫这个机会顶头，你去好好把握到的时候，以后这绿色能源的迄款产业科技完全美国拢总摕袂到，所以伫即个时阵，就是一个新的科技的迄款竞争的开始。所以美国想要招所有的这先进国家，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来做这件代志。但是对中国来讲，伊感觉吼，这是国际顶头要甲围堵的一种方法。这毋是个要解决什么气候变迁的问题，这是国际吼要去围堵这中国的一个部分。所以咱看到王毅啊，伫这峰会顶头伊就讲啊，要解决问题会使啊，但是爱总共的问题做伙一概来讲，你袂使讲干那讲气候就讲气候，啊，其他你拢袂讲，你应该。譬如讲中美科技战啊，中美贸易战啊，香港的问题啊，新疆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拢总爱白做伙来讲。所以咱看到美国想法甲中国想法完全无共款。但是咱看到即届咱台湾伫迄个苏格兰这活动顶头，是得到足侪国家的肯定。所以咱对咱来讲，其实咱点做。其实咱会当找到一寡经验，找到一寡好朋友，大家至少做伙来接这个部分。咱看到台湾有遮尔好的风场，但是咱过去可能无好好来使用的时阵，咱要做出台湾的贡献。台湾为什么重要？就这个所在，就当凸显出来的部分。是啦吼，咱看到讲吼，伫咧拜登家，过去咱咧一直讲，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非常的重要吼。其实这嘛是牵涉到因的这国家利益吼。过去川普话讲我不爱就不爱，但是拜登为什么看到讲哇，真正我若是无继续来参加，拜遮绿能的这个产业也好，咱电动车吼，中国一定发展起来吼，无你的这个嘛无比这个特斯拉搁较弱啊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拜登嘛是会紧来吼参加这个转来吼，这个军组内底吼。另外，咱嘛讲到过去吼，伊是退出咱讲 Trump 这个部分吼，是退出到这个巴黎吼。这个咱讲气候这个协定啦吼，伫咧2017年的时阵是 COP23 这个时阵，所以2021年吼对美国来讲，尤其这个咱讲拜登吼就任嘛要满一冬吼，伫这个时间爱紧转来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气候峰会其实拢有做出一寡这个结论吼，大家较有印象吼，应该是2005年吼，这个京都吼议定书的这个部分，同款嘛是要求吼，伫咧气候变迁的这个部分吼，尾手嘛成立着一寡这个绿色气候基金吼，嘛要求就讲这个爱协助着这个开发中的这个国家因应这个气候变迁吼，但是咱头拄有讲到，亲像讲美国角色也好，中国角色也好，伫遮完全无共款。吼，我美国吼要钱互你，就是爱有一寡要求，你爱做甲这个技术吼，也是讲基础建设爱做平吼，做够啦吼。但是中国毋是钱互你，你凊彩后白做。但是中国这款做法就是一种买收啦吼。台湾经验会当搁安怎发展？咱继续搁请教这个吼言庭啊，你安怎看？我是讲，因为即马阮面对这像教授来讲的，这毋是一个环保议题，嘛是一个经济甲贸易的议题。阮就是看咧欧盟伊即马有这碳关税的议题，阮嘛看到迄美国伫COP24的头一天，伊就甲欧盟会去签订一个协议，咧讲因的钢铁业甲因的阿鲁米，因的碳关税爱安怎诶交易，我就是要保障因的迄阿鲁米甲钢铁这个部分，因爱用
低碳的产业，所以即马阮看到阮台湾，因为就像阮迄中小企业即个部分，加一个阮石化产业嘛是阮最重要的产业。安尼阮安怎去面对这碳关税加即个美国即个政策，所以阮就会看到阮即马阮咧讨论这气候变迁的修法的这个问题，阮爱安怎去修这碳费的问题，爱安怎去合作这产业，爱安怎因去面对这产业转型的议题。阮这修法议题，我想讲这是最重要的代志。所以你关注的这个部分，可能是婚龄比较了解吼。因讲过去这个修这个石化产业这个部分，即阵若是因应这2050年，安怎来去做因应吼？你的观察是啥物？我想讲，这部分即马就是阮即马咧讨论，迄天然气是毋是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迄能源转型是最重要的能源。我想要讲，因为阮就会看到迄在地居民就会烦恼，迄天然气的爆炸的问题。有咧，因就会烦恼讲，我天然气的爆炸，讲是有一寡污染，我影响迄渔民的生计。我想讲，这拢是阮即马咧公投的议题，阮会面对的代志。阮要确定的时阵，确定的议题是讲，天然气是阮台湾能源转型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就像讲，拄则迄苏格兰的议员讲的，阮政府爱搁较侪去。甲渔民、甲居民去对外沟通，甲即寡乡亲去沟通，讲天然气是一个最重要的能源。阮爱安怎面对这个问题，爱安怎协调？我想讲这是最重要的经验。OK， 天然气的这个问题，嘛，感谢到咱即阵要1至100的这个公投案吼，尤其是三接这个部分。咱嘛讲这个大潭电厂，这个用这个天然气发电，应该嘛是真久的时间了吧？咱大潭的电厂天然气发电应该是差不多10档以前就在发电啦，吼，所以今仔日要做这3阶吼，是咱大潭电厂的7号、8号、9号这机械吼，要来发电啦。那头拄燕婷是讲，其实哦，咱要看台湾要来面对这碳排放的问题的时阵，要看台湾的碳排放哦，到底为倒位来的？其实超过50%，拢是咱制造业。就是制造业吧，制造业，咱像头拄仔讲难减，较歹处理的产业，就咱像讲控股力啊，石化啊，钢铁啊，这是较歹处理的吼。咱台湾即马变经济来讲是电子业嘛，台积电啊、鸿海啊，电子业的伊的碳排放哦，都较电力的来源较有关系。电力的来源吼。电力的，咱就是咱过去咱台湾的。电为倒位来嘛，烧煤炭较多嘛，吼天然气嘛，核能差不多占即马无够10%啦，无够10%，所以咱为虾米要做这能源转型，就是互咱电子业即块用电的产业吼，会当有较清气的电。OK。要毋讲头拄仔讲这控股力啊、石化啊、到钢铁啊，重工业，重工业较歹处理，因为伊不只是用电有污染，伊咧制造业过程当中用的这石油啊，这嘛是处理其他的问题处理，所以其实电动化是一个方法啦。好，所以其实制造业差不多50%外嘛，拢是这是咱即马要来处理的，所以伊是不只是台湾啦，头拄仔讲这重工业的吼，全世界拢歹处理这减碳的做法哦。那其他的差不多30%左右吼，是咱民生啊，就是咱大个所在用电啊，做咧商业用电啊，搁有交通啊，交通因为头拄仔开车、塞车嘛，移动的大个所在拢是甲电较有关系，塞车甲油较有关系。OK， 因为塞车其实拢是汽油车较侪嘛，不只是机车呀，或若是讲汽车拢是塞油车较侪，所以其实咱讲这电动车，因为就是咱用油的时阵，油无清气的油啦。你若是用电，较有清气的电。所以为什么要刹这电动车？所以咱台湾要来减碳，这个代志，要为阮咱碳排基本是为倒位来吼？迄制造业吼，都是政府的政策吼，爱有淡薄仔的处理的方法，这较变经济较有关系，因为咱外销的时阵哦，咱的碳关税，吼，拢会为这产业内底会收钱啊。所以其实咱即马要变这能源转型，变这热情啊，
绿能哈，绿能拢是起啊，即摆我紧互绿能啊，因为我惊我若是这个关税向扣足济安尼。是啊 ，OK。那像讲台积电吼，台积电咱即摆台湾经济拢靠伊嘛，就重要诶。台积电拢宣布啊，伊咧2030年的时阵，把伊所有做的物件，拢爱用再生能源来做。是氢气的电。氢气的电，为什么呢？因为伊是供应互咱 Apple 嘛，品牌的厂商，伊个讲，我以后做咧 iPhone 的手机啊，所有的零件啊，拢爱用氢气的电来做。所以台积电要伊要真正要去找做者再生能源来做伊的机械嘛，来互咧 Apple 啊做 iPhone 的这款物件，会当继续来定它的订单啦。OK。所以其实咱拼经济，起码再生能源最重要。哦。啊，要毋过歹处理的这个碳排的这个产业，就是头仔讲咧石化、钢铁、水泥吼，这就是伊的方法，搁爱想伊是机械爱换，或是讲伊的制造的过程当中吼，有啥物方法会当用较侪电，莫用较侪油，吼，这是咱即马台湾的产业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啦。是。啊，另外我要讲的是，因为头仔咧讲中国为虾米甲这世界主要的国家在处理这碳排的方法无啥共？因为咱即马碳排差不多到家嘛，大家拢要下坡嘛，吼，愈来愈少。啊，我中国你看，伊是讲。阮即摆2020才在遮吼，伊个2023时阵，伊搁起哩了，搁爬起一个，这十担搁起哩了，啊，再来降低伊碳排的方，所以讲实在啦，因为伊就讲话伊发展中国家嘛，所以伊搁还有一寡，互还春秋一个是，互我搁一寡时间，互我搁10担啊，互我搁起一个啊，起了后伊搁爱降过来。啊，这个方法讲实在，全世界就是讲，即摆咧气候危机遐尔啊大，咧风台愈来愈大，吼无好的时阵时间愈来愈长，这个状况要来紧处理，搁互你10担，互你碳排放搁较侪，互你一直放到袂收煞的时阵，你才甲停。惊讲你买又袂收煞，没办法处理。所以其实即摆来讲，这发展中国家吼，讲实在咧COP会内底哦，较侪都是讲来种钱啦。种钱了后，互你发展中的国家讲，阮互你一寡经费，吼，啊，这钱互你了后，你来想讲你的制造的过程啊，你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莫用遐尔啊侪的能源啦，用较清气的能源。所以其实中国这个目标，即马甲全世界是有淡薄仔差啦，因为大家拢要，大家愈来愈少嘛。伊就惊对象。嘿啊嘿，虽然看到讲这10担伊搁起哩了，这大家拢听嘛，就烦到。你较去淡薄仔倒一个程度，才是你去的这个吼上官方的。啊，你上官方伊讲2030年才是上官方嘛。啊，也是上官方了，无法度收煞。啊，无法度收煞时阵，讲实在，这为虾米这环保的议题，吼是全世界来做伙讨论的，因为毋是台湾好就好，毋是美国好就好，因为咱的碳排放到空气当中，无咧分国家的啊，是啊，大家要做伙影响的啊。风台嘛是毋是讲来走来台湾尔，咧菲律宾啊、中国的这西南部啊，拢会走嘛。所以其实这气候的问题是全世界要做伙来处理的啊。所以对每一个国家来讲，伊要处理的国际关系，要处理的经济发展，搁要处理全世界共同面对咧环境啊气候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在为什么 COP 会议内底吼，全世界咧头人都一定爱去，因为这就是全世界要做伙来处理甲面对的问题。是啦，头拄仔咱嘛讲到吼，2030这个中国吼，伊搁要去爬起哩吼，爬到一个真崩了后，才要吼2060年的这时阵，才要实现到这个碳中和的这个部分吼。所以真正甲这个世界这个潮流吼，行倒向啦吼。啊，但是头拄仔咱嘛讲到，是安怎这是并不爱去，可能就是伊4月安尼讲出来啦吼，是毋是安尼因素咧？我感觉吼，因为伊家己讲出来了后，去到遐人一定甲要求嘛，甲洗面啦吼，甲洗面啊！你讲人美国啊、英国拢已经要搁降偌济啊，啊，你是毋是嘛小可降一个？啊，伊出去了，伊若无降一个，面子挂袂掉嘛。啊，这大家莫去安拄过去，袂讲出来，所以伊毋敢出门啊。啊，这出门了，人就甲讨嘛。啊，这头一个。啊，第二个部分就是伊感觉伊讲刷来吼，伊要变做一个迄款大国。啊，这个大国的部分，伊感觉联合国是爱为会员来服务的。这联合国无迄款家己的迄款想法吼。啊，咱还我咧讲的这气候变迁的这个部分，这是联合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啊，来做这件好的代志，对地球来当会更加好。但是对习近平来讲，联合国的做法是爱对这会员国。
爱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尤其是对中国来服务。所以伊的想法是讲，恁爱来服务我，因为我还未达到恁迄个水准嘛，所以我还要继续发展嘛。所以恁袂当讲，因为安尼所以讲卡骨慢掉咧，所以我要搁继续行，我要继续搁往前一行。所以咱看到为4月迄个世界地球日了后，其实习近平毋捌搁进一步去提出这部分，但伊发到等来讲啊，这是迄款地缘政治啊，啊是这中美的科技战啊，美国要甲好起来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伊其实就是咧烦恼讲，全世界要甲伊的进步吼，甲扭来，其实毋是安尼，其实全世界是希望中国的发展吼，爱符合迄款所有的这能源的迄款排放的标准，啊，你袂当讲你家己要定啥物标准，你家己讲啥物就准拄上。有影吼，咱讲全球吼，针对这个气候变迁这部分，一定要强化吼，毋是你讲哇，我要搁一直发展落去吼，亲像这中国安尼吼，所以咱看到讲全球已经有做一寡这个吼能源上的一个大转变吼，这个概念上也是讲吼，实际这做法上拢咧做一寡调整，但是中国嘛咧做调整，但是伊是往伊好的这个方式来去做一寡调整吼。啊，头拄啊，咱嘛有讲到吼，针对着能源这块吼，咱咧讲 COP26 台湾会当做啥物？尤其128，咱头拄讲到海草大的这个公道，牵涉着能源。核能发电嘛是牵涉着能源，啊，最近有真侪网络的这个文章就讲，哇，这个核能发电是吼上少这个咱讲零排放的这个部分吼，咱搁先请教严定吼，等下再请教中国吼，零排放吼，针对核能的发电，你安怎看？这个概念是毋是真正大错误咧？因为阮讲迄核能，阮要讲第一部分是阮安怎迄7万迄。铀的部分去采迄铀的部分，伊就有排放迄碳的部分，所以阮爱为源头安尼看，无阮源头咧看讲，迄阮采的时阵就有迄碳的排放，啊有最后部分是阮要处理迄核废料的时阵，阮爱开足侪时间，嘛爱开足侪的碳诶资源嘅成本、甲环境的成本，所以。爱回头到尾来看，唔是咧发电的时阵咧成本来看安尼。啊，第二部分是，佮看阮台湾啊有迄地动的问题，所以袂使讲迄世界啊欧盟、英国还是喺法国有咧用这核能的问题，但是为台湾讲，就核能唔是咧。会使用的能源啊。OK， 就讲吼，先天的条件来讲，咱本地就是这个地动这个所在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咱真正袂堪你一届核能的这个灾害吼，亲像日本安尼吼，还是讲这个车诺比这个部分，咱真正袂堪呢吼。啊，但是啊，佫讲到咱讲到核能的这个部分，自开垦的时阵，伊咧开垦这个油的这个时阵，你就是有一寡这个碳的这个排放的这个产生吼。中国你安怎看？因为讲实在，你看即马。欧洲有咧核能电厂嘛，啊美国有嘛，美国拢咧伊个东部、西部吼，西部咱正常有看电影吼，加州大地震有记个吼，所以伊个西部即摆核能电厂拢关起啊，因为讲实在，咱有一个环太平洋地震在台湾啊、日本啊，到美国的西部这边是个环太平洋地震带吼，所以其实全世界在发展核能的所在吼，只是台湾甲日本哦，在地动段顶悬啊，所以其实咱的。风险较悬啦，吼，讲实在是安尼吼，而且吼，台湾讲是咱土地足少的，所以其实你要找一个所在，咱的核能电厂哦，全世界无几个国家是核能电厂伫咱的大城市边啊，首都区内底哦吼，咱进前福岛吼，在福库西玛发生这问题的时阵吼，伊30公里内底吼，同心圆30公里内底咧，大家要疏散嘛，走袂离啊。伊疏散的人差不多20万人。OK， 那是核能市场，吼，核市场那是发生在福库西玛这个核灾了后，差不多要500万的人要疏散吼。你像台北市内底啊、南港啊、吼信义区啊，其实拢是在30公里以内的所在。所以全世界无在核能电厂边啊有遐侪人啦，吼，遐侪人。所以其实台湾咧发展核能的时阵呢，地动的问题。啊，个咱的土地足少的问题是较歹处理的，件代志。而且咱即摆讲要用咱核市场来处理咱台湾即摆的电力的危机吼，其实完全无法度，因为咱的核市场根本都无起好。有影。咱为1999年开始起到2014年
15档无起好。是。咱即马经济部系经济部讲，伊会当发电吼，今仔日拢换一个政府讲足支持核市场的，钱都安尼开都袂要紧吼，时间就要10档。所以讲实在伫2030的时阵，才会当发电的核市场根本无法度解决你即摆若是讲烦恼讲电无够啊，电无够清气啊，其实完全无法度解决即摆问题，而且佫要开800亿以上哦。你有10档的时间，800亿的经费。你把这时间甲钱用咧发展绿能，还是用咧发展核市场？佮发展一个咧断层边啊啦，吼，都去核市场的时阵，差不多超过500件的代志吼。淹水啦，无电啦，啊变更设计啊，互人开发啦。其实足侪这个代志，所以其实核市场完全毋是解决台湾能源的问题啊。所以其实讲你讲公道。我讲实在，公道的法律的效率又是2档啊，2档吼，2档核市场完全无可能发展，而且2档差不多做一个环评时间就过啊。是因2档再补一届公道。嘿，所以阮咧投一个无法度用的所物件来公道。其实讲实在，发起咧公道的人爱负责啊。台湾社会开了20档、30档咧讨论核市场，期待足侪环境的议题，佮侪电力的议题，会当好好来讨论，会当处理，拢开时间咧核市场顶悬。其实足浪费的啦。咱今年就要互这件代志完全的结束，来互咱讲时代头都讲发展啲绿能嘛，太阳能啊、风力发电啊，拢有一块要处理、要讨论的问题嘛。头拄燕婷讲咧公正转型内底，要甲渔民、农民吼，而且转型内底会影响到的人来好好讨论。要讲台湾的讨论的，啲所在拢在核市场的顶悬。OK， 足可惜。安尼其实对咱的能源政策吼，完全拢无进步。是，所以公道，我刚刚是讲。大家紧来斗诶，这核市场一定是无同意。啊，若是海草搭这个部分，海草搭的问题要较歹处理，因为其实咱是能源转型的时阵，咱需要天然气。好，因为咱咱点解是烧煤炭较侪嘛，天然气是其次的吼。咱因为烧煤炭加烧天然气，伊的污染哦差足侪，差真侪。不管是咧 PM2.5，还是讲碳排的所在，差足侪。所以咱绿能吼，无法度。一个啊起来都完全用绿能嘛，因为有一个替代起来吼。咱过程当中吼，若是讲天然气先有，咱经过迄煤炭换掉吼。天然气得较清气，毋是介清气哦，较清气天然气先是较侪换掉得上垃圾的煤炭吼。换掉了后，咱会当发展绿能的时间，较有时间，会当经较好的所在吼，甲咱在地的人较侪讨论，互啲绿能起来，较环保的绿能是咱。上尾都最终解决方案是绿能啊，就是过程当中天然气要起来，那只是在天然气起来的时阵，而且应该是唔是介长的时间，咱希望过渡的时间愈短愈好嘛。就是在过渡的时间，咱3阶到底是需要无需要啊？而且国家在海草单的问题，你即马。位的所在就是外推方案哈，位的所在内底到底是有海草搭，也是一个生态系尔，这是嘛是要需要的科学证据来好好讨论的。所以讲实在这个议题，台湾在拄到能源转型的时阵吼，伊会拄到这个议题。啊，所以咱讲吼，2050年要甲咱讲吼，这零碳排已经吼要去入法啦，但是入法进程咱会先拄到118的这个公道吼，所以是一个大挑战吼。面对核能发电厂、第4厂也好，还是讲海草搭吼，这个第3天然气吼接收站的这个部分吼，其实也阁有真侪对话这个空间吼。但是咱若是真正因为这个公道案吼，有一寡4角擦，还是讲吼这个无对等的这个部分吼，其实会影响到规个能源转型。上尾请教教授。是，咱看到咱即间公道足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国际拢在看，咱台湾到底对能源是啥物态度？是啊，未来是毋是有更加侪国际厂商伊愿意来台湾投资？因为煞来不管是碳排也好，碳交易也好，而且产品要卖出去的时阵，你譬如讲 Apple 产品卖出去，你嘛毋是用再生能源的时阵，伊的价格会悬哦，啊，所以你会看到这国际竞争力的部分，就伫遮展现出来。啊，所以咱看到讲对台湾来讲，要安怎伫即个时阵，虽然有一寡困难，虽然有一寡迄款冲突，但是透过沟通的部分，看会当甲大家说服。啊，看会当行入国际即个脚步的这个部分，因为咱看到哦，
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领域，会当伫国际内底找到足侪好朋友，啊来做这发挥，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部分。啊，尤其是即摆吼，咱台湾在行这能源转型的路，咱嘛足侪需要足侪好朋友来甲咱斗小天、斗支持的部分。所以为这点来看吼，其实咱台湾会当做更较济。有影吼，咱讲台湾的拼经济吼，台积电头拄啊中国嘛有讲过吼，即阵就是要用着非常清气的电吼。啊，摆你的这个产品吼，其实拢有诶有写啦吼，啊，你吼产生吼，也是讲制造一支手机啊，你的碳排放偌济，啊，伊用的电是毋是清气的能源，拢可能写伫内底吼。啊，未来就亲像头拄啊教授讲的，咱真正若是用着这个无清气的电，你的这个计数其实会更较悬吼。上尾请教吼，这个吼研究员吼，甲咱做一个结论。我想讲，阮即马要关注咧，阮即马咧立法院这新的这温室气体的减量的管理法，阮咧要特别注意这代志，因为不管是咧减量这减碳这代志，第二部分嘛是咧调试，阮咧安怎喺合作，阮面对这风台啊、诶原住民的议题啊，还是咧能源转型啊。还是阮面对咧水灾的问题，还是迄较热的时阵，我想讲，这个代志，咧立法的代志，阮大家拢爱大家来继续来关注这个部分。是，所以有够真侪议题吼，比咱讲1日100吼，讲到安的这个主题目，搁较深，搁较需要咱去思考的代志吼。今日感谢3位来宾，我感谢乡亲好评团，咱再会，感谢多谢，感谢。